你有冇諗過，一張只有手掌咁大嘅紙，可以換到香港半山區一層豪宅？3年前，網紅拳手 Logan Paul 帶住嗰張號稱 Pokemon 聖杯嘅 Pikachu Illustrator 上咗 WWE 摔角擂台，當時已經引起全球轟動。但嚟到最近，佢再次震撼成個收藏界。佢宣布要將呢張神卡拎出嚟拍賣，起標價50萬美金。咁但係業內人士估計咧，最終成交價咧隨時會超過500萬美金，即係接近4000萬港紙。4000萬買一張比卡超，你可能會話癲嘅咩？有錢都唔係咁使啩？但係喺 Logan Paul 以及背後嗰班頂級玩家眼中，呢張唔係一張普通嘅紙，呢張係一張資產，係一張流動嘅名畫，甚至係一張進入頂級富豪圈子嘅入場券。不過今日我唔係想同你講 Logan Paul 有幾有錢，我想同你揭開嘅係呢個 Pokemon 卡市場背後一個普通人睇唔到嘅地下金融系統。點解一張卡可以由幾蚊炒到幾百萬？點解日本同美國之間嘅信息差可以令一班人連賺過百萬？同埋最重要嘅係，點解所謂嘅 PSA 評級其實係一場精心設計嘅煉金術賭局？如果你以為呢個只係小學生嘅玩具，咁你就錯得好離譜。歡迎嚟到 Pokemon 卡嘅暗黑經濟學。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一個概念。Logan Paul 當年掛喺頸上面嗰張比卡超之所以值500萬美金，唔單止因為佢稀有，更重要嘅係佢係一張 PSA 10。PSA 全名 Professional Sports Authenticator， 係目前全球最大嘅卡牌評級機構。佢哋會用顯微鏡去檢查一張卡嘅4個角、邊緣、表面有冇刮痕，同埋印刷有冇至中，然後佢哋會俾一個1到10嘅分數。重點嚟啦！PSA 9同 PSA 10嘅分別並唔係90分同100分嘅分別，喺價錢上呢個係天堂同地獄嘅分別。以一張普通嘅噴火龍卡為例，一張 PSA 9咧可能值5萬蚊，但係一張 PSA 10隨時可以值50萬，價錢相差10倍。試想像下，你手上邊有一張卡，如果你保存得好，你可以用佢俾首期。但係如果上面多咗一粒你肉眼都睇唔到嘅微塵，或者印刷嗰陣喐咗0.1毫米，佢嘅價值就會瞬間蒸發幾十萬。呢個就係點解我話呢樣唔係收藏，呢樣係賭博。每一日都有成千上萬嘅人將自己嘅卡寄去 PSA 總部，佢哋俾幾百蚊美金嘅評級費，然後好似等六合彩開彩咁，祈求評分員俾佢一個10分。呢個係一種現代版嘅煉金術。Logan Paul 嗰張卡之所以係天價，因為佢係目前世上唯一一張 PSA 10嘅 Pikachu Illustrator。如果佢係 PSA 9，佢嘅身家可能就要縮水幾百萬美金。呢樣亦都解釋咗點解會有咁多人沉迷開卡，因為當你打開一包幾十蚊嘅卡包，你博嘅唔係張卡本身，你博嘅係一張潛在嘅 PSA 10。呢個係一種極致嘅槓桿遊戲，成本極低，但潛在回報係無限大。不過 Logan Paul 玩嘅係金字塔頂端嘅遊戲。對於大部分想喺呢個市場賺錢嘅普通人嚟講，真正嘅金礦並唔係靠運氣去博嗰張神卡，而係靠一種更聰明、更穩定嘅手段——地理套利。你知唔知 Pokemon 卡其實有2個平行時空，一個係日本，一個係美國。絕大部分嘅 Pokemon 卡都係先喺日本設計、印刷、發行，然後過幾個月甚至幾年先會翻譯成英文版喺歐美發行，咁就創造咗一個完美嘅時間差。有班好聰明嘅搬磚黨，佢哋就發現咗一個秘密：日本卡嘅印刷質素通常比英文卡好得多，即係話日本卡攞到 PSA 10嘅機率遠遠高過英文卡。數據唔會呃人。根據統計，近年某啲熱門系列，日本卡拎到10分嘅比率可以高達70%，而英文卡可能得30%甚至更低。因為美國嘅印刷廠為咗趕工，經常會出現白邊、印刷偏移呢啲低級錯誤。再加上日本市場有一種獨特嘅文化，叫做 Waifu Card， 即係嗰啲畫咗可愛女角色，例如莉莉艾嘅訓練員卡。喺西方，大家可能更中意噴火龍、比卡超呢啲精靈，但喺日本，呢啲女角色卡嘅價錢可以炒到上天，於是呢班搬磚黨就會利用呢個信息差賺錢。佢哋會親身飛去日本，走遍秋葉原、大阪嘅二手卡店。日本嘅卡店文化好發達，好多卡都係就咁放喺玻璃櫃度賣。對於日本人嚟講，呢張只係一張用嚟玩或者用嚟儲嘅卡，價錢通常好合理，甚至係低估咗。呢班套利者就會用專業嘅眼光
喺呢啲未經評級嘅卡堆入邊，挑選出嗰啲完美無瑕、有潛力攞10分嘅卡。咁佢哋用日元低價買入，然之後寄去美國 PSA 評級，攞到10分之後，再用美金高價賣俾嗰啲瘋狂嘅美國收藏家。呢樣就好似坐時光機一樣，你喺日本買入過去，喺美國賣出未來。呢種操作模式唔需要你係百萬富翁，只需要你夠勤力，同埋有一雙能夠分辨微塵嘅眼。有人就係靠呢種每個月飛一次日本嘅跑單幫模式，做到年薪過百萬美金。佢哋賺嘅唔係卡嘅升值，而係市場嘅無效率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諗啊，既然係咁，我係咪應該即刻去買幾盒最新出嘅 Pokemon card 儲起，等佢升值呢？等陣先。呢度有一個好多新手都會中嘅陷阱。Logan Paul 嗰張卡之所以值錢，除咗評級，仲有一個核心因素年份。嗰張係1998年嘅卡，喺90年代冇人會覺得呢啲紙片值錢。小朋友會將卡放入褲袋，會攞去學校同同學對戰，甚至會放入洗衣機洗爛。所以能夠幸存到今日，同埋仲要係完美狀態嘅舊卡，係真真正正嘅稀缺 （scarcity）。但係今時今日咧，情況完全唔同。而家每一個買卡嘅人都係抱住投資嘅心態，大家一買翻嚟即刻入套入殼，甚至直接成箱唔拆封放入夾萬，咁就導致咗一個現象：現代卡嘅傳世量係極度巨大嘅。以前一個系列可能只印幾萬張，而家一個系列可能印幾千萬張。你以為你手上面嗰張限量版好珍貴，其實全世界有幾萬個人同你一樣，都小心翼翼咁保存緊同一張卡。咁當供應量無限大，而需求係由炒作支撐嘅時候，呢樣就變成咗一個泡沫。好多人見到 Logan Paul 賺大錢，就以為自己買一盒新出嘅卡擺10年就會發達。呢個係一種幸存者偏差。你睇到嘅係1999年嘅噴火龍升值咗1萬倍，但你睇唔到有成千上萬種現代卡，因為發行量太大，最後變得一文不值。真正聰明嘅玩家，好似啱啱講嘅嗰啲搬磚黨，佢哋唔會囤積現代卡，佢哋係做流動性，佢哋買入評級，然之後即刻賣出。佢哋賺嘅係快錢，而唔係賭10年後嘅升值，因為佢哋知道現代卡嘅稀缺性係人工製造出嚟嘅假象。除咗搬磚，喺呢個市場仲有另一種賺錢方法，就係做賣產人。你會發現好多買卡嘅人同時都係 YouTuber 或者 Instagram 網紅。點解？因為喺呢個充滿假貨、重封包同埋各種詐騙嘅市場入邊，信任就係最值錢嘅貨幣。試諗下，如果你喺 eBay 見到一個陌生人賣一張10萬蚊嘅卡，你敢唔敢買呢？你驚佢係假，驚佢寄過嚟貨不對版。但係如果係一個你有睇開佢影片，見過佢個樣，知道佢去日本入貨過程嘅 YouTuber 賣俾你呢，你嘅防禦機制就會降低。呢個就係內容槓桿 （content leverage）。對於呢啲買家嚟講，拍片唔單止係為咗賺廣告費，更係為咗建立權威感。當你成為咗意見領袖，你唔需要去求人買你嘅卡，買家會排隊送錢俾你，甚至會有唔識貨嘅人主動揾你，想將佢哋屋企嘅舊卡平價賣俾你，因為佢哋信你。呢個就係所謂嘅 deal flow 交易流。喺呢個圈子，邊個掌握咗流量，邊個就有定價權。Logan Paul 本身就係呢方面嘅極致。佢拍片講 Pokemon card 唔係純粹因為佢中意，而係因為佢知道佢嘅影響力可以瞬間將一張卡嘅價錢推高10倍，然後佢自己就係最大嘅得益者。講到最後，到底 Pokemon 卡市場係一個泡沫，定係一種新興嘅資產階級呢？個答案可能兩樣都係。Logan Paul 拍賣呢一張500萬神卡，可能係因為佢真心想分享，亦有可能係因為佢睇到市場已經到咗頂點，想趁高位套現，冇人知。但係有一點係肯定嘅， Pokemon 卡已經脫離咗玩具嘅範疇，佢變成咗一種另類資產 （alternative asset）， 同名錶、紅酒、古董車一樣。佢嘅價值唔係取決於張紙嘅質地，而係取決於呢班人嘅共識。不過對於屏幕面前嘅你，如果你冇 Logan Paul 咁多本錢，又冇時間每個月飛日本做搬磚黨，我嘅建議係做一個清醒嘅旁觀者，或者做一個純粹嘅愛好者。你可以買卡，因為你真係覺得張畫好靚，或者你想同朋友對戰。但如果你係抱住一夜暴富嘅心態入市，請記住 PSA 賭場嘅殘酷，一張10分嘅卡可以令你上天堂，但一粒微塵就可以令你跌落凡間。呢場遊戲莊家永遠係贏嘅，而嗰個莊家
就係評級機構同埋掌握咗流量嘅人。如果你都中意呢類揭秘影片，想睇更多唔同市場嘅商業邏輯同埋心理學，記得訂閱心流研究所，撳個 like。如果你有$500萬，你會買樓定係買一張比卡超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。我係你嘅心流導航員阿玲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